做嘅活動叫做舞動迎新樂。跟住而家，因為09年而家先生過度，所以希望大家留意我以下唱嘅歌詞。因為今日我要同你介紹一個名字，呢個名字就叫做而家一啲。因為09年嘅新樂都係2000年，你睇一睇住先，查得到你先。首先我哋一齊入到客廳裏面，呢個梳化嘅嗰啲非常齊全，仲要係所有家私呢個原價揸住。品質保證啊，當然非常滿意。無論雙座位啊、三座位定單座位，全家人一定會找到舒服好睇。所以而家家私咁好，你要知道。一到20咁多個數晒，原來 IUJ 要出嚟邊邊將呢家家私介紹俾大家，一齊行繼續睇埋各種梳化。我哋分你梳化放梳化一啲都冇乜㗎，放梳化嘅耳到仲要卡嚟隨時洗。分起由頭包到落去就係皮梳化，所以各位爸爸媽媽快啲嚟而家。我最中意嘅當然梳化床，都係梳化嘅可以床，只要同你分都好熱當。我話而家先生睇你哋更加好啊！而家大先生坐到，而家大細要 let's go， 而家大先生坐到，全世界不過質素好好好 let's go。好。